没问题，吃咩不客咋？侬客咋？飞咩话？好，有咩在那种侬客咋？飞咩话？我到宝钱红的几百万落金，我到我到宝钱红的。这边玩落金，呀买两角，呀，两角。我到，我到宝钱红的这边玩落金，呀买两。也买两角，我到宝钱红的这边玩落金。呀，买两也没有钱交，这个交就是交还，偿还，交就是偿还的意思，交。我到宝钱红的这边玩落金，呀，买两交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